体育署是正式公布杭州亚运的选手名单，咱要派伫顶届东京奥运有摕到奖牌的选手郭幸顺甲杨永伟来带头，拢总有524个选手要参加32种运动比赛。体育署表示，即届的目标是要摕到10块金牌。5个亚锦赛大项比赛，亚当女神郭幸顺游完摕到3铜，回国了后，伫国训中心调整状态，准备9月的杭州亚运。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，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，越想要有表现，越不能急，一步一步这样子前进，应该会有不错的结果啦。29岁郭幸顺面对伊家己的第3届亚运，伊要向东京奥运摕牌黄金计划精英选手陈文慧、杨永伟、李志凯带领524个选手参加32种比赛。奥运性比赛种类的霹雳舞、厨房运动抗白。台湾民众介意野球、篮球、骹球、排球这团体球类运动，电竞、围棋这地理运动拢有选手比赛。举重、羽球、柔道、跆拳道、射箭、桌球等等，还有体操等等，以及包括我们的那个滑轮溜冰、竞速的，还有软网等等，都是我们的重点的部分。顶届雅加达亚运摕到17金、19银、31铜，是历届参赛第2好成绩。体育署访问到这届奖牌展望，副署长洪志昌讲：能够朝着能够突破10面金牌的一个目标来努力了。因为这2-3年里面很难去做一些评估，尤其一些新秀在国际场上的一个历练，很难去做比较精确的一些的评估。体育署讲，向突破10金来打拼，选手按9月15起分10批去杭州。来回上少是坐豪华经济舱还是商务舱？希望选手全力比赛，进一步来挑战2024巴黎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